看一下，这个是大益的绿菊花卉，有没有认识的啊？文殊兰，其实文殊兰的话开花其实挺好看的。很多人的话一直寻找这种大益植物啊，就是这种它是喜阳耐阴啊，它喜欢潮湿地方，开花也是非常好看的，花期刚刚过。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喜欢的啊？像这种的话又耐看，观叶可以观花，这种桩的话很大啊。看一下啊，我这里的话我是有些我是小苗，像这种的话放在都是在户外养护，看起来这个叶子非常大，非常粗如果说你们喜欢养这种的话可以试试来找我我这里的话准备了一些小苗，买一送一。